伊煮的母娘，搬上浸伫树叶中间。因为母娘的头鬃伤过高高胖，我一直想讲伊有17、8岁，搁有伊防庄家那新娘，我才会完全用毋着。我含查甫转到房间，无偌久，上大汉的姑娘来到旅馆的前庭看菊花园。母娘行到桥中央，40岁的查某为浴场出来，望远因2人。母娘镜头举一个，若像讲会防骂，爱紧转，就笑笑紧步行倒转。40岁的查某行到桥边，甲我拍招呼，过来坐啦，过来坐啦。大汉的姑娘嘛安尼讲，因就拢转去啊。毋过查甫坐到尾暗才转去。暗时，我含一个做纸类大麦的搬上床底行围棋，忽然听到旅馆前庭有鼓声，我想要徛起来，走墙的来呀。无啥意思，迄无啥啦。喂，换你行咯，我行一步，搬上手举棋盘讲，伊完全浸伫树叶中间。我当伫心神袂定当中，听迄鼓声敢若要转去啊。听到查甫伫埕呢招呼讲，阿慢学。我行到走廊甲因握手，家人因伫埕呢凄凄楚楚，就我转来门口。查甫后面对3个姑娘，一个一个招呼晚安，搁伫走廊遐手按下行礼社的礼仪。棋盘顶我虽出现输面，